家人們，今天我要帶你們走進位於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永湖鎮惠南大道的碧桂園一日全山莊別墅丘，去感受一下那裏的美好生活。當我第一次踏入這個山莊，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了。這裏有一棟棟精裝修的雙拼別墅，它們就像童話中的城堡，靜靜的矗立在這片土地上。我今天拍這棟雙拼別墅，一共有上下3層，是5房2廳4衛的格局。走進一樓，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寬敞明亮的客廳和餐廳。客廳裏的裝修簡約而不失大氣，柔和的燈光灑在每一個角落，讓人感覺格外溫馨。餐廳和廚房緊密相連，在這裏一家人可以一起烹飪美食，享受溫馨的用餐時光。而且一樓還專門做了一個套房，方便家裏的長輩居住。走出房門便是一個大約200平的3面花園，花園裏種滿了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春天鮮花盛開，五彩斑斕；夏天綠樹成蔭，清涼宜人；秋天果實累累，香氣撲鼻；冬天松柏傲雪，別有一番風味。沿着樓梯來到2樓。這裏做了2個套間，每個套間都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寬敞的臥室，空間佈局合理，既保證了居住的私密性，又讓人感覺舒適自在。想象一下清晨醒來，陽光透過窗戶灑在床上，開啟美好的一天。3樓同樣是2個套間，而且還帶有一個60平的露台，站在露台上，整個山莊的美景盡收眼底。夜晚在這裏仰望星空，仿佛伸手就能觸摸到那閃爍的星星。除了別墅本身的優越條件，這個山莊還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它離惠城區很近，交通十分方便，就在惠南大道旁邊，無論是上班還是出行購物都非常便捷。而且山莊的園林做得特別好，環境優美舒適。走在小區裏，就像置身於一個大花園中，處處充滿了生機與活力。碧桂園一全山莊真的是一個讓人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地方。在這裏，你可以享受到高品質的生活，感受到家的溫暖。如果你也在尋找一個理想的居住之所，不妨來這裏看看，相信你一定會愛上這裏。